这是我送给奶奶的礼物，叫什么礼物嘛？对啊，这么寒酸呢？今天好歹是奶奶生日，你送的也太敷衍了吧？哦，奶奶，之前呢，看你吃饭总是没有什么胃口，然后呢，我就找医生，特意精心的搭配了一些蔬菜，然后给您腌成咸菜，这样奶奶吃饭就可以有滋有味啦。太有食欲了！你真是奶奶肚子里的小蛔虫哦。奶奶，好像是挺合适的，但是这个礼物未免也太……她是尹家的女主人，送什么都是合适的。奶奶，我那天去逛商场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包包，跟你让我帮你去设计的那一款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就想着凑成一对儿，好事成双嘛。一模一样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那个包是我亲自设计的，全世界也就那么一只啊。西西，西西来嘛。这，奶奶，西西啊，你快去把我送给你那个包包拿来，让大伙看一看。一会儿看他拿什么包出来，等着吧。说不定拿去卖。就是，这次又要出丑了。仿的不错嘛。顾西西，看来你不仅爱钱，也同样是个没有同理心的人。今天是奶奶生日，你打算让她记住这辈子最难忘、最受伤的一幕是吗？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一会儿出去你别说话，我来解释。西西，快！奶奶，快拿来我看看。是啊，没错，西西，这就是我送给西西的包，没错。你看，不对啊，奶奶，怎么不对啊？这两个包的颜色不一样。是啊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还真不一样哎。颜色不一样。奶奶，我来替你看。这两只包确实有一些细节的地方不一样。那到底哪个是真的呀？哪个是以假乱真的赝品啊？这个是真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找一个鉴定师过来鉴定一下，也好弄清楚怎么回事。不必了，是啊，师就知道。奶奶，这两只包都是真的。都是真的。现在的设计师在做成品之前，都要先做一个样品，然后把样品的一些细节修改完善之后，才会做成品。这两只包就是这样的关系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那就没问题了。七位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今天是奶奶的生日，不要变成什么面包鉴定会了。是。对不起啊，奶奶，都是我考虑不周。微微，谢谢你的一片孝心。